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哪儿来的外族女子？这是哪儿？怎么回事？这女人居然可以牵动本尊的明火！ 喂，你没事吧？为何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？慌张，愿散时闭上双。你是谁？你长得好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不是你的模样，回忆堆积，却让人难忘。爱突然慌乱，只剩我在独伤。红尘多荒唐，赐给我一身伤。沧海不忍，你这个小色胚，这是我的初吻，就这么没了，都怪你！别哭了。 我的千灵虎呢？你在找什么呢？是不是你拿走了？还给我！什么？我的千灵虎，另一颗还给我！怎么他一靠近我，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很好。我当然知道我很好了，这还用你说？你刚才为何说我是你的人？怎么，做本少尊的人很委屈你吗？可是我真的已经有心上人了，所以你趁早还是……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本少尊的人。不会吧？难道他你真的？的头发、汗毛，包括你身上的一切，都是本少尊的。天哪，这是我一个废物小仙女能免费听的吗？本少尊绝不允许你有半点损伤。没想到我儿这么会撩啊！大伯母，你在干嘛呢？嘘。你受伤了？从现在开始，不准离开本少尊身边半步。可是我真的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看来这小子还是缺乏经验呢。唉，还是得我这个做母亲的出手相助，才能成事儿啊。大伯母，你看看这个小妖女，居然勾引莫婷族兄！什么小妖女呀？过不了多久就得改口了。别啊！走走走。平儿，你打算何时成亲呢？成亲？母亲都看出来了，你喜欢朝露那丫头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在母亲面前就不要害羞了。那天你们两个在房间的时候，母亲都看到了。其实有些事情并非你所想。好，母亲知道你难为情，不过呀，母亲还真是替你高兴，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姑娘。你放心啊，这件事情包在母亲身上。婷儿，你怎么了？婷儿，是他。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啊！你们干什么？
让你过云木听族兄，你在上面好好待着吧。你别走啊！不疼啊！快把我放下来呀！慕婷，你醒醒啊！不能让他们发现我的秘密。快把他们都抬回去！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大伯母，真的不是我，就是他把我活活吊起来的，只要不是少尊主，我就……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本小姐吊的你啊？你有证据吗？跟我玩死不认账是吧？想来兰溪姐姐她也不是故意的，伯母，你可千万不要怪她呀！我不行了！你好了，以后改口叫祖嫂。祖嫂，丫头啊，婷儿都将你俩的事情告诉我了。以后啊，要是谁再想欺负你，我定饶不了他。伯母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不用解释，我都懂。婚礼的事情就由我来办。哎呦，演得挺开心啊。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？这段时间，我为何总想要亲近他？也不知道云喜哥哥现在怎么样了，真想再见他一面，然后把这个同心结送给他。你怎么老是抢我东西啊？还给我！这是什么？不要你管，还给我！这个云喜，本少尊倒是很想见上一见。好啊，我带你去见他，但是你要先还给我。回来再还。云喜哥哥，你好点没？还要多谢姑娘上次相救之恩。不过姑娘是如何得知我的名讳的？我要怎么跟他说才不会露馅呢？我也是听后来的两位师兄这么称呼的。不知姑娘今日来访是为何事？云喜哥哥，我是专门来看你的。我们是专程来送婚帖的。婚帖？有空可以来喝杯喜酒。不是，这个该死的慕婷竟然跑来送什么婚帖，分明就是耍我。谁想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朝露，喜帖既已送完，那我们早点回去吧，就不叨扰了。在下要是得空，一定前去恭贺。你耍我玩呢是不是？本少尊只是想看看你心心念念的云喜哥哥究竟长什么样，没想到你眼光这么差。你眼光才差呢！这四海八荒，我云喜哥哥最好看了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除了我云喜哥哥，我谁都不嫁。婷儿，你怎么了？母亲，我看这桩婚事还是算了吧。这是为何呀？强扭的瓜不甜。这个傻儿子，明明很在意那个丫头啊，还死鸭子嘴硬。婷儿啊，你要相信母亲，这追姑娘强扭的瓜它就是甜。你呀，就安心的做你的新郎官吧。
这新娘子就算是绑，母亲也给你绑来。我说姑娘，你就别再挣扎了。你看我们主母对你多好呀，这身嫁衣都是她亲手裁制的。再说了，放眼整个云皇城，有多少姑娘想嫁进我们婉花阁都进不来呢？婉花阁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你可知领芳尊？未曾听说。指挥好了没有？好了好了。以少尊主夫人的身份留在这里，寻找领芳尊是不是会更容易一些？杀了他就能改变一切了。云溪哥哥，你可一定要等我啊！吉时到，迎新人。主母，事情已经办妥了。少尊主，这是主母特意为您熬制的。既然你不愿意亲自拜堂，那母亲便只好出此下策。此乃灵犀之花，可结白首之约，可验夫妻真心。他日若违背盟约，必遭天谴。余生怎能留我遗恨，换取隔世的相认？拥抱前尘，只是投入三魂，还有一颗我心比起来恨，将必交付与他缘起情深，祭拜天地。你等等，少尊主，你这耍我耍的还不够吗？我其实并未打算与你成婚，是母亲自作主张将我……你不想托我成婚，直说便是，何必拿只鸡来跟我拜堂？简直侮辱本姑娘！哎，我这个母庭实在可恶，是可孰不可忍。少夫人，你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鸡腿啊！你怎么能把鸡给杀了呢？我饿了。可是这鸡是代表着少尊主啊，你今天把鸡给杀了，这是相当于让少主一命呜呼了呀，是不吉利的呀。是这样啊？你待在我这里干嘛？还不快去你媳妇那边去？母亲还真是操心。我不替你操心，谁替你操心呢？哦，对了，今天宾客席上，我看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，全程目光都盯着他。回去吧，我可是要休息了。主母，不好了，少夫人在院中哭骚呢。那些丫头当真在院中披麻戴孝的闹？可不是嘛！听说他还把那只跟他拜堂的鸡给杀了，还炖了吃了呢。我看这次大伯母还护着他不成？哼！走。夫君啊！少夫人，别再闹了，少让少主知道了，可不得了了。你死的好惨啊！那已是青山中藏于心头，那已是情如骨，灼相思头。拂过惊鸿，心动如烈酒入喉，盼朝暮，喜在知否？
好了好了，大家大半夜的跑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赶紧撤了啊！走，回去回去。哎，走了走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别过来啊！其实这个家伙长得还蛮好看的嘛。夫人这么盯着为夫，让我怎么入睡？无赖！少夫人，你怎么不让我为你梳夫人髻，也不穿夫人为你准备的衣服？跟几百堂做不得数。少夫人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谁找我啊？来人名唤云喜。云喜哥哥，快带我去，我还要去给主母敬茶呢。好了，你等我片刻，等会儿就好啊，一会儿。走吧。啊！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果然是个好东西，可是还没有成熟。你要干什么？放我走！唉，大伯母，你看看那个朝露，到现在还不来给你请安，我看他对你分明就是大不敬。都怪儿子不好，昨夜休息的有些晚，所以便让他多睡了一会儿。好了，知道你们俩新婚燕尔，母亲理解的。少尊主不好了，少夫人她失踪了。婷儿，竟然取不出来，快将他放开！我天！哈哈哈，又来一个送死，杀了他！我天！你快走，不要赶我！现在时机还未成熟，暂且饶了你们，下次我再取你的性命。中藏心头，那一世情如骨，灼伤丝头。拂过惊鸿，心动如落水后，盼着母亲，喜在知否？可是缘分上，你都已经这样了，
放心，你的夫君没那么容易死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要调戏我？走，我们回家。主母，少尊出事了。这是我给你熬的莲花汤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，你快喝吧。你是又哪里不舒服吗？有些热。是眼睛热的难受？我看看。夫人在脸红什么？谁脸红了？婷儿，婷儿，婷儿，你怎么伤成这样了？母亲放心，孩儿无事。既然触发了他体内的明火，因祸得福，使他功力大涨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怎么能说没事儿呢？朝露啊，你看婷儿为了你，可是连命都不要了，可见她有多担心你。倒是一点都不会担心我这个母亲会着急，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啊！是我错了，丫头，你还乱不乱跑了？我保证不再乱跑了。好了好了，夫君忽悠妻子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你好好照顾婷儿。我就不叨扰你们小两口了。怎么了？这里好疼啊！这里吗？还有这里也疼。这吗？当初啊，我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夫人来这为何？我是来找领方尊的。对了，可知道此人？你找他做什么？我听闻领方尊大名许久，所以想要见见他。既是夫人想见的人，为夫一定替你找到。真的？你可打听清楚了？属下打听清楚了，少尊主的确没什么大碍了。奇怪，仙姬儿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居然这么快就好了？难道说……那日明明是云喜哥哥找我，可绑我的人又是谁呢？侄媳妇儿，一个人在这散步呢。这个老东西，一肚子坏水，笑起来简直比哭还难看。我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二叔呢。听说前2日侄媳妇儿被绑架了，婷儿为了救你伤得不轻，不知道现在如何了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几个小毛贼，这穆婷都还没出手，就吓得逃跑了。站住！既然是小毛贼，婷儿怎么会受了这么重的伤？说实话，穆婷到底是怎么救的你？二叔，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呀。你个臭丫头，吃法去！
是，二叔想干什么？贤侄啊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接我夫人回去。口气不小啊！就凭你这个废材怪物，也妄想从我这里带人？少尊主的夫人，无人能动。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他果真与从前不同了，还有这个朝露也十分可疑。夫人又到处乱跑。我就是想去查一下那天被绑架的事，再看看那个云玺。我夫人若还想见领方尊，就乖乖待在这里，其他事情交给为夫就好了。朝露姑娘被绑了，她没什么事吧？少尊主怕是误会了，我那日的确去参加了婚宴，但婚宴结束之后我便走了，未曾单独找过她。不要让本少尊知道那日之事与你有关。若是让本少尊知道是你做的，本少尊定让整个无忧谷陪葬。若是让本少尊知道是你做的，本少尊定让整个无忧谷陪葬。我确实不知此事。还有，我夫人的名讳不是谁都能敲的。就凭你们，也想拦住我？爹，师父，没事吧？您居然受伤了。你回来了，你见到云玺哥哥了吗？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过得好不好呀？他有没有跟你问起我？什么毛病啊？说生气就生气。喂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星光呀花，这红尘一趟，谁不是牵挂？朝露，你听好了，你是本尊的人，不许在我面前提别的男人。师兄，找我何事？你可曾将我去参加婚宴的事情告诉别人？师兄，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，师兄弟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透露半分。佳洛，那桌上的药我给你拿过来了，我看看怎么样。那个师傅还找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佳洛和爹手上刚受的伤如出一辙，但他的伤看上去明显是旧伤，这其中有何关联？你可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跟错了主子。你家主子居心叵测，他有大伯母和族兄护着我，动不了他。那你就提得成这石骨钉的字。芷环，你怎么了？你可轻点碰他，他体内有石骨钉，稍不留神就会活活痛死。石骨钉是什么？
尸骨钉是阁内用来惩罚下人的刑罚。少夫人，放心，我没事。指环他犯了什么错？你竟要如此对待他？他所犯之错便是做了你的丫鬟，这个理由够吗？没用的，尸骨钉一旦入体，没有我的独门解法是解不开的，除非你在我面前磕3个响头。我没事了，谢谢少夫人。怎么可能？竟敢伤我的人！婆婆的寿宴快到了，不如找一些莲花做一瓶面霜送给她，她应该会喜欢吧。糟糕，她要跳湖！哎，等等！好清丽的女子。我说这位公子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，非要投湖自尽啊？姑娘误会了，在下只是来这湖边散散心，并没有轻生的念头。啊？我只是不想被困在这里。这做人呢，就是要心胸开阔，这样就算身陷囹圄，也能感受到天空的辽阔，大海的深邃。人生难免世事无常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只有杞人忧天，才是真正的作茧自缚。姑娘这番言论，真让我豁然开朗。敢问姑娘芳名？我叫朝露。对了，在你们阁中可有哪些奇花异草？我想收一些来做东西。这个容易。朝露姑娘是哪个府上的？改日我采了托人给你送过去。真的吗？那谢谢你啦。我是你们少尊主院里的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听说昨夜夫人回来时披着一件男人的衣服。少夫人，有人给你送了一些花。在你们阁中可有哪些奇花异草？这个容易，改日我采了托人给你送过去。谁送的？不要说好像是2少主。哎呦，猪队友啊！这是我要给婆婆做面霜用的花。哦，这花儿可还喜欢？喜欢，喜欢。以后有什么事就找为夫，不要麻烦。像不像这样？哎，轻点疼，这脖子这么浅。兰儿，一会儿要参加大伯母的寿宴了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哥，有人欺负你妹妹，还打断了我一条胳膊，你管不管？什么？你管不管嘛？哥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教训他。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教他规矩。就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。不停怎么还不来啊？就是他。朝露，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是他哥？你废什么话？你赶紧打他呀！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朝露姑娘，舍妹从小娇生惯养，
我是来代他给你道歉的。哥，你说什么呢？看来这晚花阁还是有明事理的人嘛。那是自然。没关系，我这人大度，自然不会跟小屁孩一般见识。还是朝露姑娘大度，微表歉意。我带我妹妹请你吃饭。不必了，我夫人喜欢吃家里的饭菜，在外面吃不习惯。我夫人喜欢吃家里的饭菜，在外面吃不习惯。族兄，她是你夫人？夫人，我们赶快进去吧，母亲已经等候多时了。今年过寿改成家宴，就轻松多了，还是一家人团聚好呀。是啊，母亲，我们呐可是一家人。母亲，来尝尝。谢谢露儿。兰溪妹妹，你还小，也要多吃一点。来，这个呢，跟你的气质比较搭。夫君，你也多吃一点。其实母亲最想要的寿礼呀，就是露儿跟婷儿赶紧生个大胖小子，到那时候我才真是笑口常开喽。好了好了，都别愣着了，吃饭吧。来，多吃点。母亲，你也吃。原来她竟然是我们的族嫂。什么族嫂啊？她就是来历不明的贱丫头。我看大伯母和族兄都被她给迷惑了。兰儿，朝露人不错，不许这么说话。哥，怎么连你也替她说话？哎呀！元儿啊，这些年你在外面也游历够了，为父此番叫你回来，是想让你接任万花阁的新任尊主。这尊主之位，绝不能落在穆婷那个废物身上。爹，孩儿对尊主之位并无兴趣。尊主之位没兴趣？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啊？游山玩水，不思进取吗？爹，这尊主之位在大伯父在世时就早有定论。况且，族兄既然解封，我们应该顺应天意。什么顺应天意？我只知道，万花阁不能落在一个魔头手中。若是真让穆婷接了尊主之位，那我们一家人以后在阁内还有什么立足之地？这不过是个传言，族兄未必真的会成魔。况且孩儿本身并无大志，我这样自由自在，不想做尊主之位。你现在就撇了你这个没有出息的废物！爹，求求你不要打哥哥！我告诉你，既然你是我的儿子，就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则打断你的双腿。让我跪在这里，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话吧。哥，你没事吧？芷环，
你怎么了？我听那边院的丫鬟说，二少主昨日回去就被长老给打了，老惨了。二少主？可是那黎渊？是啊，要说二少主人还不错，就是摊上个这么冷酷无情的老爹。黎渊之前兑现了承诺，帮我采了花，我是不是应该去给他送点药，以表感谢呢？族嫂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闻你昨日受伤了，所以呢，来给你送点药。谢谢你上次的花。这也不过是小事一桩。对了，你的伤在哪里啊？我来帮你上药。不用。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。夫人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黎渊他受伤了，我来给他送点药。跟我回去。谢族兄族嫂。以后除了本少尊，不许你接触别的男人。啊！不许你看他们，不许你跟他们说话，更不许你送他们东西。你没病吧？你是觉得本少尊还比不上他们？真自恋！你看哪个大男人跟你似的，整天穿的那么艳，比个女孩子穿的都艳。竟敢这么说本少尊，今晚就罚你睡地榻。本少尊的东西，断不会拱手让人。如今婷儿的婚事已定，该考虑让她接任尊主一事了。这个嘛，长嫂未免有些太急迫了吧？尊主之事是婷儿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定下的，今日找二弟前来，不是商量，而是通知。我看二弟这意思，是还有什么异议不成？意义算不上，只是这接任尊位乃阁中大事。即便大哥曾经说过，但毕竟没有正式授位，而且也并未通过长老堂的会审呢。照二弟这意思，若不经过你长老堂的堂主点头，这事儿就办不成了。长嫂，并不是我有意为难，而是你贵人多忘事。当初我和大哥结拜时，就立下格规，穆婷若是寻常之人，娶个外族人也没什么禁忌。可他若是想要接任尊位，那这尊主夫人就必须是本族女子。招录他一个外族人，若是想要当这个尊主夫人，那就要进不见天，接受考验。我想这一点，长嫂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就依二叔所言。婷儿，母亲，我的夫人的确应该名正言顺，这样日后才不会受委屈。贤侄，不见天是什么地方，你可要想清楚。不劳二叔操心，规矩我会守。但是倘若有人从中作梗的话，别怪侄儿
不客气。好，那我就拭目以待。婷儿，你这不是让你媳妇去送死吗？母亲放心，孩儿心中有数。长氏，为何定让那朝露竟不见天呢？本以为穆婷对那朝露情深意重，让朝露竟不见天，他肯定会出面阻拦，这样他就触犯了族规。他本就是一个废物，又陷于儿女情长，难当大任。就算有长嫂给他撑腰，也没有用。可是现在少尊主居然同意了，那咱们怎么办？既然如此，那个小丫头就别想活着出来。穆婷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接任尊主之位吗？夫人打算怎么做？为奸之计，想要见到领方尊替师门报仇，只能先留在这里，不就是受个考验吗？反正本仙女有神功护体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决定接受。夫人可知？那不见天可非常人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没想到他宁愿入不见天受刑，也不愿同我和离。有我在，你必会安然无恙。什么？族嫂要进不见天？什么族嫂？是啊，明日便要开始了。那族兄没有阻止他吗？这才是让我感到高兴的地方。族兄知道后，竟然同意了。看来那个朝露在族兄眼里也不算什么嘛。若是他死了，那我就有机会嫁给族兄了。我带你走。我不能走的。你可知灭魂七剑的厉害？别说是七剑了，你连一剑都扛不过去。赶快跟我走！站住！爹，这个逆子！我早就料到有人会来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竟然是你！我不能让他死在这儿。二少主，你不是他。哼！露儿，你可知那不见天是多险恶的地方？但凡进去的人，很少有能活着出来的。管他什么地方呢？您放心，我肯定会没事的啊！看来你对婷儿还真是情深意重，为了她，连命都不要了。虽然穆婷对我是还不错，可我也不能对不起云喜哥哥呀。穆婷那厮差点就把我带跑偏了，我只是想让穆婷帮我找到领方尊而已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哼。渊儿，你真是太令为父失望了。爹，族嫂不过一介女流，为何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对待她？你何时对一个来历不明的臭丫头感兴趣了？还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？爹，倘若不能撤销对她的考验，那么就请爹赐我一颗离魂丹吧。你，只要爹肯赐药，今后孩儿什么都听您的。很好，没用的东西，简直要气死我了！穆婷这次都没有替那丫头求情，你居然在这里当什么出头鸟？刚才这一仗是让你清醒清醒，你现在的这副德行，
还想救别人，就给我跪在这里，好好反省吧！哼！母亲，穆婷呢？她怎么没来？我就知道你会挂念她，她这2日身体不适，所以闭关了。不见天的考验，非同一般，也不知道你受不受得住。放心吧，母亲，我肯定会没事的。若这丫头通过了考验，二弟到时候可不要食言呐。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这什么鬼地方？怎么不痛啊？一点都不疼啊！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出去。谢天谢地呀！来，芷环，赶紧扶少夫人回去休息。是，快！哥，你的伤都还没好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少夫人，我们回去吧。没想到这丫头竟然成功了，难道真的是天意？二弟，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？芷环，我觉得我好多了，要不你先去忙吧。可是，放心，真的没事了。那好，夫人你可要好好休息，我先下去了。去吧。穆婷那厮怎么突然闭关了呢？他会不会在观音台？穆婷，穆婷，穆婷，奇怪，不在这里吗？那他跑到哪里去了？这灯是成精了吗？原来你心中是有我的。你可看清楚了？是的，少夫人看上去生龙活虎，半点受伤的样子都没有。但是少尊主却躲在花阴台，像是受了极重的伤。这个赵露上次被我重伤都能够毫发无损，我还奇怪穆婷这次竟然没替那丫头求情，看来这其中必有蹊跷。贤侄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媳妇竟不见天接受考验，
贤侄一点都不担心吗？若真发生了什么事，二叔也不会等到现在才来。看贤侄这样子，好像是受了什么重伤吧？多谢二叔操心，不过是上次受伤留下的旧疾，休养几日便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打扰贤侄闭关了。林渊，你怎么来了？前几天你受伤严重，这丹药有补气凝神的作用，可以恢复你的灵力。我若不吃，受伤一事岂不是要露馅？既是能修补灵力，想必吃了也不会有什么坏处。慕婷，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不要杀了他！不要杀了他！不要快杀了他！不要夫人确定要一直这样抱着我吗？婉花阁历任尊主，皆是由上一届指定传承。穆萧在辞世前，便将此任降于我儿穆婷，并将代表尊主身份的尊印封印于这锦匣之内。今日便请长老堂以及众人前来观礼见证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对啊，果然如此。不知道他这个样子。慕婷，慕婷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母亲，慕婷她怎么样了？心脉还有些紊乱，神智也尚未完全清醒。好在他体内的明火已经控制住了。我的好儿媳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呀！今日那场面，任谁见了都望而却步，只有你不顾安危地冲了上去。婷儿能娶到你，真是她的福气呀！可这明火，母亲，慕婷这体内明火因何而来啊？世间传闻，得明火者可主八荒，那是三界四海皆对这明火虎视眈眈，都想将其据为己有。当时婉花阁的先祖为了防止明火外泄，将其封印在了花阴台内。婷儿幼年时无意间闯入禁地，明火意外进入她的体内，但自那以后，她的情绪经常不受自己控制，甚至还会无故伤人，同时也会反噬到她自己。她父亲无奈之下，只有耗尽元神，彻底将其封印在他的体内，
原来如此，母亲。因为明火极易煽动人的情绪，所以他父亲同时也封印了他的情史。我还以为他此生都不会爱上世间任何一个女子，直到他遇到了你。只不过此次听儿体内的明火发作的确实有一些蹊跷。好了，你好好照顾婷儿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办。穆婷疯了。什么？穆婷疯了？疯得好！来，这汤是给你喝的，你怎么就拿来浇花了？我辛辛苦苦给你熬的汤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！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谢谢你啊。对了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准备去看看族兄。哦。自从醒了之后，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。难道是因为他体内的明火所致？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我先告辞了。这家伙怎么一转眼就没影了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穆婷真的疯了。据我们的人试探，确实如此。太好了，现在正是除掉穆婷的最好机会。为保万无一失，这件事情我要亲自去办。爹，穆婷族兄已经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？你懂什么？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们兄妹俩的将来？不管怎么说，我都不会让你伤害他的。你让开！如果您执意如此，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大伯母。死丫头，竟然敢威胁起你爹来了！这一巴掌就让你好好清醒清醒，到底跟谁才是一家人？爹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伤害他好不好？不要伤害族兄，我求求你！李英，把这丫头给我关进房间里，在事情没有办成之前，不许她离开一步，听见没有？是。爹，小姐，跟我走吧。小姐，你怎么被关到这里来了？小兰，你来了，太好了，快去找我哥，快去！是。
障眼斧，二叔，这么晚了，二叔来我房间做什么？你没疯？二叔很失望吧？母亲，我好转的事，先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孩儿有件事情想要确认。我儿放心，母亲一定全力配合你。为父不是说过，不许你跟别的男人接触、说话、送什么东西，你忘了？你好了？我若不装疯，怎么能引蛇出洞？二弟，我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伤害婷儿，你这么做，对得起木萧的在天之灵吗？大伯母，我爹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网开一面。我这么做，我是为了万花阁的将来着想，把不必要的祸根掐灭在摇篮之中。要知道，魔将入世，岂能容缓？你，二位长老，你们都听到了，不用我再多说什么吧？李凡，此番你真是糊涂的很，竟然公然刺杀未来的尊主，的确是犯了大罪。是啊，按照阁规来论，当终身囚禁。谁敢？大伯母、祖兄、长老，求求你们这次饶了我爹爹吧！够了！事已至此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只是祸不及家人。希望你们不要为难我两个儿女，一人做事，我一人当。带走。没想到啊，你还挺会装的嘛。最开始，我的确是心神大乱，不过多亏了夫人，我才化险为夷。后来也不过是将计就计，想要借此暴露二叔的野心罢了。可是你连我都瞒着，害得本姑娘……夫人，这是在担心我？谁担心你了？我就是怕你傻了，没办法帮我找人罢了。我想这世界上除了夫人，无人能够伤我。你身上这伤